主后2023年2月初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伫恐惧中求救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创世纪32章第1节到32节。雅各继续伊的行程，上帝的使者拄着伊。雅各看到因就讲：这是上帝的营地。伊就甲迄个所在叫做马哈念。雅各派人先去以东地区，就是西珥见伊的兄哥以扫。雅各交代因讲：恁着甲我的主以扫讲，你的仆人雅各安尼讲：我伫拉班遐寄居，住到今仔日。我有牛、驴、羊群仆人女婢，等我派人来对我的主报告，愿望对你得到恩典。派去的人倒来甲雅各报告：阮有去你的兄哥以扫遐，已经来要看你，搁带400个人做伙来。雅各大惊搁烦恼，伊将甲伊做伙的人以及羊群、牛群、骆驼分做2队，想讲以扫若来攻击这队，剩的迄队还通逃走。伊祈祷讲：我的阿公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我的老爸以撒的上帝，上主啊，你捌甲我讲，你着倒去你的本地本族，我一定要好款待你。你的仆人真卑微，袂堪得领受你的慈爱甲信实。我以前简单举拐仔过约旦河，但我已经带2队人马倒来。求你救我免受我的兄哥以扫的伤害。我真惊伊会来杀我甲我的某囝。你嘛捌讲，我一定要好款待你，互你的后代亲像海边的沙，坐甲算袂了。迄暗，雅各伫遐歇眠，就对伊的前生经利米要送伊的兄哥以扫。山羊母200只，山羊公20只，绵羊母200只，绵羊公20只。骆驼母甲因食年的骆驼囝30只，牛母40只，牛公10只，驴母20只，驴公10只。伊甲这前生分做一队一队，交代伊的仆人。伊甲仆人讲：恁做前去，互逐队保持距离。伊搁吩咐带头的仆人讲：我的兄哥以扫拄着恁的时，伊若问讲你是甚物人的仆人，要去倒位？你头前遐个前生是甚物人个？你着讲：这个是你的仆人雅各个，是要送我的主以扫的礼物。伊本身嘛伫阮后面。雅各搁吩咐第2、第3。甲所有赶逐队前生的仆人讲：恁拄着以扫的时，嘛着照安尼甲伊讲。可恁嘛着讲，你的仆人雅各伫阮后面。雅各家己拍算讲：我用头前遐个礼物来解伊的怨恨，后来我才见伊，可能伊会接纳我。后来，伊互遐个仆人带礼物先行。迄暝雅各歇伫营中。雅各暝时起来，带伊2个某、2个女婢，甲11个囝，拢过雅博河的渡头。伊大声互因过河，嘛互伊其他所有的过去。只有剩雅各家己留伫遐。迄时有一个人来甲伊相演，演到天曝光。
迄人看演袂赢雅各，就献伊的大腿躯。三演的时，雅各的大腿躯脱轮。迄人讲：天要光啦，就放我去。雅各讲：你若无甲我祝福，我毋放你去。迄人讲：你号做甚物名？伊讲：我叫做雅各。迄人讲：你无要搁叫做雅各，要叫做以色列，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拼输赢，拢较赢。雅各甲伊讲：请甲我讲你的名。迄人应讲：你无应该问我的名。伊就伫遐甲雅各祝福。雅各就甲迄个所在叫做比罗伊勒，讲：我当头对面见着上帝，我犹无死。雅各离开比罗伊勒的时，日头照着伊。雅各摆骹，因为大腿已经脱臼，所以以色列人到今仔日无食大腿躯的筋，因为迄人甲雅各献大腿躯的筋。伫恐惧中求救主，人生至少会拄着一寡困境。你捌拄过，互你感觉惊吓的代志无？伫惊吓的时，敢有对主求救也无？大约30年前，我的细汉查某囝伫下境仔发生意外，洗面台熊熊壁里刮伤伊的身躯，滴到血撮撮滴。我的某伫下境仔看到一片血，一时阵软骹徛袂牢。当落时我简单会当坚强严硬，赶紧开车带查某囝进去病院急救。当落时除了紧张，搁较济是惊吓。我也若使尽凶狂，也若祈祷，恳求上主保守看顾。感谢主伫危难中扶持我，互我保持冷静和勇敢，一路平安将查某囝送到病院救治。雅各虽然真聪明，也有脆弱的一面和惊吓的对象。上主知影雅各的担忧甲恐惧，就派使者来见伊。对经文中，咱无法度知影使者对雅各讲甚物话，总是雅各好亲像因为安尼变搁较勇敢，知影该当怎样面对伊的兄哥。雅各看见上帝使者，就讲这是上帝的军队。马哈念伫希伯来文是两支军队的意思。检采雅各对使者得到启示，知影上帝的确帮助伊，互伊会晓得怎样面对兄哥以扫。雅各昔日欺骗以扫，担心伊到呾还怀恨在心，为着安全起见，雅各大声找人去拜访以扫，探知伊的想法。万一有状况，伊还有时间通做应变处理。雅各派去使者汇报，以扫已经带400人要来甲雅各相会。雅各心中搁再浮涌惊吓和焦虑，那亲像想起列班对赶伊的情景。雅各甲随行的人分做两队，甲精生也分做两队。心内想讲，以扫若是叫第一队，另外一队检采还有逃脱的机会。雅各搁恳切祈祷，求上主记得家己捌对伊的承诺。伊搁想到一个方法，想要透过送礼物予以扫，来赢得伊的心欢喜。
希望互兄哥心中除去侪侪年来的怨气，通互家己会当平安返去到家乡。雅各伫行甲无头神的时，也无袂记得上主捌对伊的应允，因为这条回家的路是上主亲自吩咐伊行的，也是来自上主宝贵的应允，所以雅各掠条这个应允，再次求救主，承认家己的不配，也求主拯救伊。雅各伫恐惧中安然掠条上主的应允，连伫暝时拄着天灾，伊也安然掠条毋肯放。雅各所经历的恐惧和忧虑，检测咱也会拄着。总是搁较重要的是，咱减有对这学习着凡事倚靠主。即几年来，无论是蔓延的武汉肺炎新冠病毒，定听到的地震、大水、抗旱等天灾，还是持续进行中乌俄战争，拢互人充满无确定感。主耶稣捌讲：我将平安留互恁，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。我赐互恁的，甲即世间得互人的无共款。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，嘛毋通惊吓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。伫恶劣的环境中，咱搁较需要学习倚靠主。默想：面对混乱的世界局势，我会晓得安静伫主的面前祈祷未？面对混乱的世界局势，我会晓得安静伫主面前祈祷未？咱来祈祷，我有能力的主上帝，我要大开喙学乐你的慈爱和怜悯。纵然有乌云也爬头前的道路，纵使面对生命中的惊奇，我拢相信你甲我同在。拄亲像你保护雅各一样，你也要眷顾我。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